咱真侪兄弟会倒转去家己的故乡，有的是出外旅游，特别咱台湾这个社会变化吼，咱较早是爱过正，大家拢转去家己的厝啦，吼，所以以前是咱教会咱领子足侪出外足久吼，一年也是久久转来100个兄弟，所以是过正时礼拜愈闹热吼。咱的教会无啥相像，因为咱颠倒过正时出外的较侪吼，当然嘛甲度假有关系。总是咱会当伫一年对年初到现今做伙伫教会来受造就、来服侍、来学了上帝、来交陪，这是上帝互咱的听。咱感谢主，咱要伫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做祈祷。主啊，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伫旧历年最后一个主日，阮伫这个所在同心聚会甲敬拜。愿上帝平安甲阮伫地，也愿你的恩典疼痛，通过阮领受你的话，得到大的快乐甲学习。也常时伫外地，也是伫线顶的兄弟，阮做伙同心聚会，也同心敬拜。愿你感纳阮伫你面前的服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这年尾的时阵，通过这两段经文，要甲咱大家三甲来学习。头一段经文是《申命记》的第4章39节到40节。这段经节是上帝在提醒，也是讲叮咛这以色列百姓，因要入去到迦南地出来入去到迦南地，上帝对因的两点的呼召。头一个呼召就是讲，着知着会记得，天顶地的只有主是上帝，以外无别个。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所在接触当地文化、当地侪的神明兼且对信仰无介清楚。摩西受呼召，引带以色列百姓出来，要进入到迦南地。因若是要追求一个自由的所在，一个会当按基督业的所在，因佫是咧佫一遍来敲找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通佫一遍来确认尊主最大、敬畏上帝。所以讲天顶地的，表示所有一切拢爱用主最大，而且是无别的，无有其他的选择。这是上帝头一个提醒。然后伊讲，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的律例甲诫命，这是讲恁着遵守。摩西爱这个以色列百姓，都爱遵守上帝律例甲诫命。伊讲，这款的遵守是带来应允的，就是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来久长徛起。当伫今仔日这个春节的最后的迄个旧历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希望通过这个搁一遍提醒咱兄弟姊妹，伫咱所有的生涯中间，咱拢咧追求真多咱个人家己所爱的，但是请会记得咱就是爱，亲像这段经文所互咱的学习，伫咱最的追求中间，毋通用别个来代替上帝。所以下面阁有一段经文，咱等下会当做伙学习吼。这个上帝的恩典甲应允有3项的提醒，头一项就爱记条，毋通袂记起。讲天地的中间只有主是上帝。咱人伫生活生命中间有真多引诱，也是讲真多互咱的一个无共款失迷，所以申命记者一直提醒以色列百姓讲，恁都爱会记哩，毋通安尼怎疏忽去，就是天地中间只有主是上帝，而且第二爱遵行上帝颁布的律法甲诫命。上帝颁布的律法诫命，毋是要甲人束缚的，是要通对迄个法度的中间去找到
安稳，找到自由，找到稳定，找到幸福。第三，伊的应允是讲家己甲子孙的确事事顺利，要继续住伫上帝所赐做永久产业的土地。啊，当这三个是牧师伫即个年尾的时阵，用即个话搁一遍来甲咱三甲勉励甲学习，就是伫咱最的成就、最的追找，也是最的即个拥有的中间，请会记得，咱爱伫主的面前，搁一遍确认咱的信心甲信仰。就像拄则咱做伙纪念新的改变共款，讲我著爱听主、听上帝，也著爱听人。啊，咱伫即款的改变的中间，咱要来学习伫新约的圣经一个真特别的故事，就是一个妇人人为着伊的囡仔，为着伊的即个查某囝，互鬼附身来对上帝、对耶稣来求医治的故事。用即个对照，一个外邦的妇人人，伊安怎牵调即个信心，来对照咱家己是一个基督徒，要安怎来强调伫咱中间伫生命的顶面，甲主搁较深的结连。即句话是耶稣所讲的，讲妇人人，你的信心遮尔大，你的信心遮尔大。也毋过即个故事即段经文差不多是一寡新约的圣经的学者，伫感觉讲耶稣甲即个妇女对话感觉真好伫了解，也是讲真无清楚，因为内面的话中嘛有话的意思。咱要对遮来学习到一位外邦的妇人人安怎来找求耶稣的医治。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圣经记载讲耶稣离开遐，退到泰尼西顿的境内。咱以早的原来古圣经，咱是讲推罗西顿，较惯势啦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呢，若是照当时的地理来讲，耶稣是带门徒离开迄个吉利撒勒，也就是讲即个加利利即个环境。即个加利利已经是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北边算较靠伫北边的地区耶稣大概传福音，拢用即个加利利海的周边来做伊传福音的，已经离原来的圣殿的地点已经足北边无打算讲伊即边搁去到搁较北边的所在。伊讲差不多北边40公里的泰尼甲西顿，迄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当然，咱来了解当时的环境犹太人以外四周围，像咱讲撒玛利亚人有遐个外邦人拢真混杂伫迄个所在。即个地图大概小可互咱了解到伊的位置啦加利利海已经是受伫耶路撒冷的北边但是耶稣特别行足远40公里，差不多咱遮行到南仔坑呢也是对咱遮行到白河呢。遐尔远的所在，较早交通工具真无方便，耶稣特别的到即个所在。这是真罕得的，因为耶稣一直拢是利用加利利海附近来传福音。咱遮会当搁较清楚即个地图啦就是耶路撒冷伫较下面，北边已经要去挖到伫迄个黎巴嫩、叙利亚迄个环境遐有真侪外邦人住伫遐。伊写讲有一个妇人人知影耶稣来到泰利西顿的所在，就出来跟对耶稣的后壁面讲：主大比的子孙可怜我。主大比的子孙可怜我。但即句话对咱一个基督徒来讲，感觉迄是真自然的事。也毋过，若是对一个外邦人，特别犹太人甲外邦人平常时就无咧来往，搁较毋免讲主大比的子孙，即个毋是外邦人爱要讲，也是伊惯势讲的。即个故事就对遮开始。犹太人来呼求耶和华，祈祷上帝，因称呼主因为这是因所信的上帝。但是迦南
的人拜家己的偶像，无相信耶和华呢？而且马可福音特别也有介绍讲，这位迦南妇人人是希腊人啦，希腊人属于叫做苏利菲尼基族，苏利菲尼基族，表示讲，这个民族吼，甲犹太人是格格不入的，平常时无咧往来。这也是为何，当这个妇人人咧话主啊，大彼个囝的时阵，耶稣无应半句，伊的门徒佫而且讲着真呢白铁的话，讲甲伊赶走，伊对伫咱后面直直咧发。这产生两个真特殊的情景。第一，耶稣来到泰尼西顿是要创啥？伊知影遐无，毋是讲无啦，是讲足少是犹太人啊，是正外邦人伫遐。第二，有一位听见耶稣来，就到伊面头前话讲主啊，大彼个子孙。这叫做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争论的焦点吼。因为大彼个子孙是犹太人心中称呼弥赛亚的另外一个意思。圣经甲传统，大彼个子孙就是咧讲弥赛亚，表示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愿望，但竟然是对一位外邦的妇人人所讲的，而且伫当时的这个民族的背景吼，希腊人若是照罗马统治的阶层来讲，希腊人事实伫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是较关键的地位，颠倒是犹太人较低哦。但是对伫信仰甲宗教，犹太人佫甲即个外邦人、希腊人感觉讲恁是外邦的吼，不上台面的，无受上帝祝福的，所以因是无咧接触的。这是真趣味。咱看见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讲话，耶稣来到泰尼西顿这个所在，甲一位外邦的妇人人来对话。这位妇人人也无讲伊是叫做什么名，但是伊只敢单纯讲，伊的查某囝互贵妇生，需要大能的主来带保护伊的囡仔，会当脱离。所以这也表示讲，这个妇人人的确了解这个信仰，而且会当讲伊真确信，伊就是迄位先知所讲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做新的事，就是医病赶鬼、洁净，互人来告我。所以兄弟姊妹，咱通对这话语的对话中间，咱看见讲迦南妇人人的信心甲稳定。妇人人查某囝互贵妇生真艰苦，伫这个艰苦中，伊知影，这个困难毋是人的困难，是属灵的困难。这属灵困难爱去敲吹着，像咱伫《申命记》所讲的，天顶地下只有主是上帝，无别个。伊的确伫个外邦的环境中间，嘛有真侪神明，嘛有真侪偶像，伊真愿望下查某囝能得到医治。但伊知影，这个时刻，这个属灵的官兵只有主，所以伊就到主的面前。但是伫这对话中间有真，互人感觉真特别，嘛是讲真袂当了解的对话啦。当然，圣经学者有真侪解说，但是咱用着一个迦南妇人人的信心的角度来看见耶稣甲这个妇人人的对话，因为这对话耶稣互伊有真大的挑战甲试验。伫迄个道有真侪道话吼，伫为着这个耶稣甲妇人人的这个道话吼，真谦卑伫耶稣面前甲伊求讨吼，拢无共款的道话安尼。这张图吼，特别有讲起着讲，这是一个老母的信心，一个老母的信心。那耶稣甲伊对话两段吼，真特殊啦吼。第一，伊讲我受册只有是要找以色列许多的羊，表示讲我来到推罗西顿、泰尼西顿这个所在，我佫甲妇人人讲，我是要找以色列许多的羊，安尼伊来
吹到西顿，改成毋知要为着什么目的吼。好亲像一个，要互这负责人知影讲，阮犹太人，大概阮的任务甲身份是安尼呢。耶稣捌伫这段经文的以外有写讲，有捌记载讲，耶稣找伊的学生去到犹太人的百姓中间来传福音，来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描述一个话讲，恁亲像羊入什么？羊入狼群啦，入狼的狼群安尼。所以伫耶稣在讲话中间，这个负责人无受影响，伊感觉讲，安尼要找伊失落的羊，但是我所需要的，就是主帮助我，互我的查某囝会当得到好吼。所以头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就看起来是摆脱，但是对伫真侪圣经学者研究讲，伊并毋是因为安尼要拒绝。有人是讲对负责人的信心的考验，有人是咧讲起着耶稣伫迄个环境的中间，要互伊知影，当你负责人对我，甲我对犹太人的态度中间，你到底有甚物需要？第二段耶稣讲啊，搁坦白讲，摕囡仔会食物，迄互狗仔食毋好。哇，这搁较严重吼！好似就甲即个外邦人当作是狗仔，但是咱知影讲，伫当时犹太人的环境的中间，即款的背景、民族的即个差别，有时伫因迄个时代听了是了解，但是即个负责人呢，伊并无因为安尼就退去，好像讲有人感觉自尊受侮辱。耶稣咧讲这个话时阵，有一个圣经的解释讲，当豺狼伫外面，咱都要入去遐，要甲伊挽回啊。当伫厝呢，迄个狗仔吼，狗仔嘛是咱厝内的人啊。当然这是一个解说，毋过耶稣伫即个所在要互负责人知影讲，当即款的情形，你也会当接受袂？负责人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啊。这个话有真侪的解说，无当讲完全直白的了解啦吼。但是负责人拢无受耶稣讲的话来拍倒，嘛无伫遐来甲拍退。他圣经的简介。到这煞感觉一个真大的紧张，因为耶稣好像在拒绝伊啦。但是当负责人勇敢对耶稣提起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以外时阵，耶稣的回答是完全无共款。耶稣应讲，负责人，你的信心遐尼大，照你所爱，甲你成全。所以讲，伊的查某囝就好起来。白话字圣经安尼记载讲，负责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伊的查某囝伫迄阵就得到医好。耶稣有真侪的，特别是伫路加福音，有真侪所在拢记着伊甲外邦人，外邦人互动，也是咧讲起外邦人来得到信仰的故事。耶稣借即个机会，伫迄个所在，要互伊学生知影。因为学生本来是爱耶稣讲，甲即个赶走，表示讲阮来无咧甲外邦人接触。学生真惊，也真无爱。但是耶稣竟然甲伊对话，虽然对话中间产生真多，好亲像互咱袂理解。毋过耶稣最后伊互伊的回答是讲：负责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伫井边的负责人也好。伫即个所在，迦南的负责人也好，耶稣基督看见遮个人来通过信心诚侪信仰的一部分。这也咧印证，互咱兄弟姊妹大家安怎来学习讲，一个外邦的负责人，伊就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遐尼大，但是咱一个进入到上帝的殿，领受上帝祝福的百姓，咱减是搁较着爱。牵调伫即个信仰，小等下咱即个讲道煞有一个大道，咱来看见
耶稣来医治这病人，伊上大的一个观点，一个点就是讲你的信心医治你。所以咱联合的这个医治祈祷，毋是一个仪式，是爱要你伫主的面前谦卑求讨，靠信心来领受上帝恩典甲医治。伫福音书的中间有侪摆记载，是别人来替这个病人来求医治的故事啦。意思是讲，毋是我本身，但是我是替别人祈祷。咱看见马太第8章，8种为着一个变碎的萝卜来求耶稣医治；约翰第5章，一个做官的吼，为着伊要死的囝儿来求耶稣医治；伫路加第8章，有讲到一个管会堂的睚鲁，为着要死的查某囝来求耶稣医治。马可第2章佫记载讲，有4个人，4个朋友，伊讲到一位变碎倒伫坡顶面的一个人来见耶稣，因为会堂真侪人，因就拆厝顶对顶面，甲即个病人坠落来伫耶稣面前。第9章有一个人，迄个假教鬼附身，为着即个假教鬼附身的囝儿求医治。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这个故事，拢咧显明一项事，就是你家己会求医治，像一个妇人人去摸着耶稣的衫躯来得到医治。甲即个包括今日咱看即个迦南妇人人，为着家己的囡仔来求医治，迄款的信心，迄款毋惊任何的困难，一直牵调伫主，然后甲主讲：主啊，你是主，你是大美的子孙，求你帮助我。甚至耶稣所讲的话，互伊有一款的条件的时阵，伊有愿勇敢讲：但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啊！伫这故事的中间，兄弟姊妹，我要爱咱做一个省思甲思考。当这个负责人的囡仔拄着病痛较艰苦的时阵，伊无顾着一切，包括民主，包括伊家己无共民族所带来的条件，伊就是坚心决意。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有去超越着这款属灵的困难，咱爱对主求讨，迄款的坚决，甲这款的信心嘛无。咱通做一个伫年终来学习到这个信心，甲得到恩典的祝福。信心甲恩典的祝福，就是上帝爱伊的百姓，用敬奉独一真神，遵守法律甲诫命，来领受到真正的祝福甲恩典，也为着下一代子孙蒙福来铺一条轨道啦吼。以色列百姓要入去迦南地，是一代过一代，伊先确立一个清楚的信仰，敬奉独一的真神，毋是干那讲我求，我的子孙得到福气，是我安尼做，然后我引带我的子孙来行伫这条受祝福的道路顶面。所以，咱的信毋是只干那个人。是咱爱甲即个美好的信仰传承伫一代过一代，特别是即个过正的时阵，我真意爱咱兄弟姊妹伫无共款的活动交流，也是亲人朋友做伙时阵，咱搁一遍伫咱的家庭中间，大家来互相鼓励、互相提醒，伫咱人生最追求中间，毋通袂记哩咱的主，牵调伫即个信仰，行伫恩典的道路，像一条恩典的轨道，继续伫顶悬跑走。兄弟姊妹，咱能敬奉真神，遵守伊的法律甲诫命，是对信心甲倚靠。迦南妇人人拄着遐尼多的关卡，遐尼多的条件，学生对伊真无客气，爱甲赶走。就像伫别个所在记载讲，有个囡仔吼，有遐个做爸母的抱囡仔要互耶稣来甲伊祝福，遐个
学生嘛是安尼，永远足排斥。因对耶稣基督的迄个想法拢无相共，伊敢若要保护耶稣的感觉安尼。啊，所以后来即个迦南妇人人，互耶稣称赞的信心，毋只敢若是伊是异邦的妇人人，伊搁较是一个疼囡仔的妈妈，啊，而且伊克服遮个当时迄个民族互相的对立的中间，伊进入到伫信仰的核心。所以迦南妇人人伊谦卑，伊讲是啦，主啊，狗仔嘛食主人桌顶落来饼油啊，意思是讲主啊，就是饼油啊，我嘛愿意啊。若是主恩典，我即款的领受，我就有够额。显示伊足急迫啊，甲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咱通对迦南妇人人的信心所带来两三项的学习啦，甲较有道。第一，伊克服真不利的条件，伫个生活环境内底，无人信耶稣，无人认捌遐尼多清楚耶稣的教示。但是伊的确是伫查某囝咧艰苦咧追求的中间，伊听见有一位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伫推罗西顿。伊若毋是遐尼得意，要哪会知影讲有一个耶稣带学生来到推罗西顿即个所在？所以伊是真大声克服即个真不利的条件。因迄阵吼，要行40公里去到加利利嘛，真困难的事。这我想着讲吼，咱拄啊旧年台南庆祝嘛是想庆祝种纪念讲台南400年有无吼？荷兰人来台湾伫迄个时代，咱有真侪遮个西拉雅族的兄弟吼，因来信主所以后来经过200几冬吼，因为郑成功来台湾了后，就搁甲遮个信仰拍转去啊！拍转去遮个西拉雅族原来住伫咱台南啦，咱的府城即个所在啦吼，住伫北平遮个庄社，亲像新市啦、鲜花啦、嘉里啦吼，麻豆遮个所在，因为毕竟世代变动，遮个西拉雅族拢一直刷伫山区去安尼。咱知影后来吼，遮个山区的百姓伫迄所在生活，到后来马雅国医生来台湾宣教。咱知影讲吼，真侪遮西拉雅族的人吼来信主的，来信主，足远的所在吼，足远的所在，因拢来信主。当然有人咧称呼讲，因的祖先吼，因的祖先有甲遮个子孙讲，咱有迄个红门亲情啦吼，红门亲情所以看到马雅国因遮个人来讲，就甲咱祖先讲的共款，所以因真容易接受主。当然无迄个汉文化，遐个迷信啦、偶像的信仰也有关系。但是迄个时阵有真侪山区的百姓，因为着要得到医治，有人是安尼，较早听讲用迄门棒吼，门棒甲迄病人扛的，行入来到咱府城看西街是讲即个新楼这个所在，来要追求医治。所以伫公仔拿、伫目沙吼，伫即个左镇，伫搁较深入的即个口边搁入去，所有的登山吼，遐山区的真侪百姓足早就信主，而且因的礼拜礼拜堂吼，拢足早就设立啊呢。因历史拢伫要到咱的106年吼，要差不多啊。甚至搁较中部吼，大社迄个所在，大社迄个所在嘛是山区方圆搁入去遐，遐嘛有足侪的原住民当时的即个平埔族，比一般汉人搁较早来信主。意思讲因克服遐不利的条件，为着要求医治，来找当时遮个西医的医生来治疗，因不辞千里啦，就是毋惊着一切环境。即甲咱即个妇人人的信心，互咱会当感觉真一个对照。咱嘛要听见
当时的公仔拿的遮个顶一辈会友，迄阵吼，公仔拿教会还未设教会，有真侪当时早前的祖先吼，因行路吼，行规暗的，有诶行去到基后做礼拜。你看对公仔拿行去到基后，搁偌远，迄是2日的行程呢。一日去，礼拜煞就搁转来安尼。所以当即个信心有够的时阵，迄个地理就无搁再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今仔日咱开车骑车坐车一个就够啊。但是迄个信心，互你感觉真远啊。所以有时看到真侪会友，大家咧开讲咧讲笑讲，会见到吼较远的会友吼较早到呢，住较远的会友，因为知影讲时间歹窒吼较早到，等到住伫教会附近的吼会友较慢到安尼。所以即个负责人伊克服了即个地理不利的条件，而且掌握着机会。知影耶稣来的时阵，伊为着疼查某囝，为着查某囝要得到医治，所带来一个信心。第二，伊克服互伊绝望的应答。耶稣的答话并毋是有偏见，是咧试验伊，是讲你来找我到底是有甚物目的？伊要看知影负责人的反应是如何，想确定伊顺转的信心，确定伊顺转的信心。第三。靠稳定的信心，这个负责人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伊就伫主耶稣的面前讲：主啊，主啊是一个完全的顺服的意思。主啊是一个亲像上帝在要求这以色列百姓讲：恁着知，着会记得，天顶地只有上主是上帝。主啊，表示无别的。这位迦南的负责人。伊的信仰颠倒是比原来伫认捌上帝的犹太人更较坚实。所以兄弟姊妹，咱用《申命记》的应允，甲负责人的信心来互相对照啦吼。伫咱人的人生的中间，有时咱会拄着期望甲实际现实真大的落差的所在。兄弟姊妹，你会当亲像即个负责人，为着疼查某囝。为着要得到医治，伊勇敢克服遐个学生的排斥，耶稣用话来试验伊，伊坚决信心就是主啊，请帮助我。对负责人的信心，我希望咱也伫即个年底的时阵，人讲对年头到年尾来检验家己，是毋是咱伫即个信仰的顶面，咱有领受到即款的瓦课，是毋是咱拄到什么款的挫折无顺利，还是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你对上帝开始有怀疑？你毋知影讲，伫上帝主权的下面，有时咱拄到的考验是伊另外来提升咱信心，带来新的祝福的开始。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年尾的时阵，做伙大家学习用信心。来迎接新年所予咱上帝应允。咱搁3天伫拜三吼，咱就要来搁一遍到教会来做伙新年的即个清谢礼拜。咱迎接农历的新年，咱愿每一位咱的富强人，每一位主的百姓，拢蒙受因为咱敬畏甲信心得到的祝福甲恩典。这是咱。伫即个台湾的社会中间，看见过正的时阵吼，迄个庙事啦吼，遐个做遐个偶像崇拜是愈闹热，表示逐个人无一人无需要祝福嘛，无一个无需要恩典嘛，无一个无需要人生的一个福气嘛。但是咱基督徒知影讲。当你敬畏上帝，你认定天顶地只有主是上帝无别的时阵，上帝讲你先认定我，恩典甲福气要对你，毋是用人的办法去追求，是上帝要对天顶来赏赐。愿咱学习到生命记所予咱的教示，也学习到即个迦南负责人迄款的坚决甲信心。
因为上帝听，要伫每一位肯定话讲主啊，代表的子孙一款的人的心上，愿主的恩典甲咱大家三甲伫地。咱大声来祈祷，然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啊，咱有一个做伙异地祈祷的时间，咱有感动，有要受服侍的，咱请准备吼。然后咱请所有的长老、代祷团队以及咱的小组长准备来做服侍。咱三个来祈祷。主愿上帝感谢你恩典甲疼痛，互阮儿子伫旧历年最后一个主日，阮搁几日就要儿子新春的新年。愿上帝愿意帮助阮，互阮伫年终的时阵有一个信仰的思考，是毋是阮有尊主最大？互阮确认阮家己的信仰，天顶地只有主，你是上帝，你以外无别的神。主帮助阮，搁一遍确认，也知影通过负人人的信心，阮虽然会拄着艰难、拄着挑战，甚至拄着侪的即个无确定，总是当阮靠信心的时阵，阮要亲像主耶稣学了即位负人人讲，你的信心实在真大。愿上帝，阮人伫生活的中间，难免拄着困难甲挑战。总是信心要改变阮一切，愿上帝赏赐阮即款坚决的心，也阮天朝日子行往一个新年，上帝所赐福，新的年，新的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现在姊妹，咱要来吟首诗歌，赐我自由台语。咱请咱的敬拜团来当举。